讲到咱厝内面这个家电，若阵歹去就唔通等，会当修理就继续用，这是减碳爱地球的方式。这10月18呢是国际维修日，环境部有做一个全国维修地图，方便民众找到附近的维修站，也有33个维修团体响应，鼓励民众把这歹去家电摕去修理。师傅伫咧修理电锅，真侪家庭家电歹去，拢是买新的较济。10月份的第3个拜六是国际维修日，今年伫10月18。环境部循环署为着要推广修理代替单调，达成减碳永续的目标，所以鼓励民众厝内若是有家电歹去，建议先摕去修理，莫随单调换新。维修好了以后，你就不用买新的，所以可以减少废弃物，可以减少排碳量。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最省钱的方法。有维修社团公布，这几年来民众接修理的家电排名，第一是电风，过来是电锅甲吹风机。小家电维修所的创办人讲，真侪民众摕来修理的家电，拢毋是真正歹去，有的只是无食油、无电尔，简单修理就好，无需要换新的。环境部也表示，未来也会修订资源循环推动法。加入绿色设计的理念。有时候电风扇它轴心卡住了，你只是要喷 WD-40，让它除锈上油就会好了。有时候呢，换到了坏掉的灯泡或者是坏掉的电池，它也差点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们很常收到这种，其实并不是真的坏掉。产品在绿色设计就要有导入这个易拆解、易组装那让寿命能够增长。第二个就是要有这个一定的年限之下要有足够的备品提供来让维修者能够更换那第3个就是我们也建议零件备品要能够规格化。今年的国际维修日有33个维修团体斗阵响应，环境部也做一个全国维修地图网站，方便民众找到厝内附近倒位有维修站，会当甲歹去的家电摕去修理。环境部也打算甲学校、社区合作开维修班，安尼后摆厝内有家电歹去，免靠别人，也会当家己修理，省钱搁减碳。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